我在等。哦，文心前贤后学看不到你，想说在那个我们的读经群组那边你都没有回应。好的。我在等你开口。好的。好，那今天有回响吗？有。那就先恭诵《般若多波罗蜜多心经》。般若波罗蜜多了。好，那就开始了。好的。前贤大家晚安。现在或许来导读现在开始恭诵《摩诃般若蜜多心经》。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舍利弗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舍利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过不尽，不增不减，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明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，无苦集灭道，无智亦无得，亦无所得故。菩提萨埵，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。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座，是大行座，是无上座，是无等等座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。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座，即说作曰：揭谛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菩提萨婆诃。恭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，弥勒救苦经。文心前贤要恭诵弥勒救苦真经3遍哦。好，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1遍。我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亲，灵宝齐鲁灵三地，莲花印证好三世。若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袍心，天真说缘挂圣号，等待始至点神兵。云雷震开雾集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心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言圣教归上圣。天花老母垂地现，多言显化在土中。南北两极连中去，本源无测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。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。用心持念我来救，朵朵今年去超生。是得西来益阳池，香儿点给化成金。每日自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全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修听邪人胡说话，劳船一马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座，用心持念有神功。满天星斗多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号，告示临头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这对天朝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。钦点文部接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。四位菩萨救众生，金陵36银像，500灵观景随根。不住弥勒成大道，
襄娥得安陵，北方真为将帅，青莲红华显神通，赵齐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所，肃清孤二挂甲兵，搭救元人襄娥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护大，各驾祥云去云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。吾皇敕令即下生，说服蓝颜归正宗。来王诏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因而刹女常此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此念一遍神通大，此念2遍得超生，此念3遍神鬼怕。节内黄粱死亡，念起真言归。黄粱死亡化为准言太保阿弥陀佛时刻，一刻再刻今天行路，再刻，今天4今天刻5刻6刻7刻8刻9刻10刻手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2遍。我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归亲，灵宝齐如迎三地，点蛙印证考三圣。若在东原三星地，大正四番王朝信。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10字点神兵。云雷震开护疾图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心在人天中华母，9年圣教归上圣。天花老母学一线，收元显化在普通。南北2极连中续，委员古策在中央。老母降下东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。因而要想归家去，此念当来弥勒经。用心此念佛来救，佛陀今年去超生。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耳莲蝶化成金。每日自心常持念，3灾8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勤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少端一马变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此念有神通。满天星罗多下世，五光列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是灵口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退三毫度众生。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。8大金刚来护法，4位菩萨救众生。紧领36员将，500灵光顶雷根。辅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襄娥得安宁。北方真为将帅，青莲红华显神通。舍起赵齐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。威震北方为帅所，肃清孤二挂甲兵。搭救元人襄娥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护道，各驾祥云去云空。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取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吾皇敕令即下生，收服蓝颜归正宗。来王诏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因而刹尼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此念一遍神通大，此念2遍得超生，此念3遍神鬼怕。魍魉邪魔化为尘，
修持劫内寻路径，练习真言归佛念。南无天眼太保阿弥陀佛时刻，一刻再一刻三刻四刻五刻六刻七刻八刻九刻十刻手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3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亲，灵宝齐如灵山地，莲花印证好三圣，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敖心，天真收圆挂圣号，等待始至点神钉，云雷震开护极图，天下神鬼不安宁，亲在人间中华母，九莲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，说曰灵显化在雨中，南北两极连中去，每年五策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为儿童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此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此念佛来救，朵朵今年去超生，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得化成金，每日自心常此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，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时聪明智慧心，修听邪人不说话，劳专一马练无声，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此念有神通，满天星罗多下世，五光内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以后查得清，三官大帝慈悲痛，摄对三草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五部接地人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引领36灵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辅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，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莲弘法显神通，则起照起遮日月，火顶森罗起宝心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搭救连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国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，王敕令地下生，说服蓝颜归正中，来王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婴儿唱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只念一遍神通大，只念2遍得超生，只念3遍神鬼大，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，练习真言归佛念，南无天眼太保阿弥陀佛时刻，一刻再一刻三刻四刻五刻六刻七刻八刻九刻10刻手。回向文，弟子姓氏姓名某某某，弟子赵朝各明，报己姓名。弟子同为姓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回向于回向于郭宗林大德，郭宗林大德，恳或祈求弥勒祖师
恳恳叩叩祈祈求求弥弥勒勒祖祖师、师、南海古佛、南南海海古古佛、佛、济公活佛、济公活佛、月慧菩萨、月慧月慧菩菩萨、萨、慈悲做主、慈慈悲悲做做主，愿愿郭中林大德郭郭中林中林大大德往生西方弥勒净土，往生西方弥勒净土，回归回回归归老母怀抱，老母老母怀怀抱，抱，愿生弥勒净土中，愿生弥勒净土中，莲开便见慈尊容，莲开便见慈尊容，积德不退无上道，积德积德不不退退无无上上道，道，在随菩萨下言福，在在随随菩菩萨萨下下言言福。福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南无南无当来当来下下生生弥弥勒勒尊尊佛佛，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南南无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好，谢谢各位讲师、各位前贤，大家今天获悉的导读就到此结束，感谢大家。谢谢文信贤感谢贤贤贤慈悲哦，读感恩父亲人慈悲，哎，检查师姐，是哎，是真的呀，哎，完了。哎，是，怎么了吗？怎么了？